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濠江接嘅頻道，我係主持阿 Happy。嗱，咁我現在身處嘅位置就響珠海金灣航空新城嘅 B 片區。咁如果話大家諗住喺金灣呢邊買樓嘅朋友咧，特別係關注金灣府啊呢啲產品嘅朋友，一定要等一等，因為我哋背後呢個珠海國企興格集團推出嘅新規住宅產品咧，即將入市。咁佢嘅戶型實用性咧，可以話喺成個片區佢稱之為第二。可能真係冇人夠膽贏第一。OK， 頭先我考察完咧，自己都好中意，好多行家咧亦都話，喂，即係揾到錢咧，買間呢啲嘢住撞爽喎。因為咧附近咧，即係亦都係享受翻航空新城嘅4大核心配套啦，同埋佢嘅公園資源啦，包括佢嘅即係市政配套啦。咁我覺得咧係特別唔錯嘅。咁另外咧，咁啊大家睇翻佢嘅門口啦，咁佢嘅闊度咧就達到108米，咁佢個高度咧就達到12米嘅。咁目前喺珠海呢啲嘅新規產品，例如話第4代住宅咧，就得一個華發珠海灣係呢個調性嘅。咁佢個價格咧就可能喺大部分人嘅心目當中咧係偏高少少，同埋個地理位置咧係偏遠少少。但係喺金灣嚟講咧，佢個位置就比較唔錯啦。咁佢個價格咧亦都可能受到市場嘅青睞。OK， 好啦，咁啊第3咯，可以話稱之為同埋佢個門面工作咧都做得好靚，入到去咧係有會所嘅，同埋有公園嘅，我覺得特別值。咁事不宜遲，即時去睇呢個大門，真係俾足業主面子。嗱，遠睇咧就好似一個官帽咁上下，非常之大氣精緻啦。咁目前嚟講，類似呢啲嘅門面咧，喺珠海呢邊嘅新規住宅啦、第4代住宅啦，其實就並不多嘅。我哋熟知嘅目前喺市面上嘅就有華發灣仔1號啦、華發珠海灣啦，同埋正方2個項目咧。大家可能熟知嘅就係正方南灣首府啦。咁我覺得特別震撼嘅咧，就係呢個價錢平，同埋啲料咧又做得靚，真係俾人個感覺咧就好似住上豪宅嘅屋苑啦。咁但係佢個價格咧就唔係豪宅嘅價格，係金灣航空新城呢邊嘅可能更低。價錢咧，我覺得亦都係一個驚喜嚟嘅。OK， 咁今日咧最主要係欣賞睇埋佢。OK， 咁入到嚟呢個位置咧，可以話稱之係二重景啦，天荒地遠。咁呢度咧就係一個浴室嚟嘅。咁大家可以通過鏡頭睇到咧，呢個廳堂咧係特別闊嘅，闊過珠海其他啲樓宇嘅廳堂嘅，好正，亦都係一種美好意義嘅祝福嚟嘅。OK， 咁我哋背後咧就係我哋嘅藝術品嚟嘅。OK， 咁入到嚟睇下個4水規堂啦，同埋個會所設施咧亦都係下沉式嘅。但係大家入到嚟呢個位置，可能大家就 feel 到啦。每一個走道咧亦都係特別闊嘅，非常闊。通過鏡頭大家可以睇到會所設施咧，其實每一個功能區咧亦都係劃分好噶啦，只不過咧可能爭後邊個架撐咁後期咧會提供俾業主使用嘅。OK， 咁沿住呢一個中軸線咧，1樓咧仲有花園通過去呢個屋苑嘅其他區域嘅。咁我哋即時去沙盤個位置睇睇佢首推嘅產品。同大家講下呢個位置同埋佢嘅首推產品啦。現時咧就喺沙盤個位置，俾個鏡頭。咁其實航空新城咧，大家如果關注或者嚟過珠海呢邊玩嘅朋友咧，基本上咧，我哋嘅通勤時間咧，去到人工島咧，係只需要25分鐘嘅自駕車時間咁上下嘅啫。咁我哋距離4大中心啦，同埋我哋嘅華發商都啦，包括中心河濕地公園啊、金山公園啊，大概咧亦都係2點幾公里，唔超過3公里咁上下。咁呢個距離咧，亦都係比較符合我哋人類喺度居住嘅生活配套設施方面係比較完美嘅。OK， 咁回歸到我哋嘅地塊呢個產品啦，咁其實咧佢整體嚟講咧就分為5個片區去發展嘅。OK， 其中咧 A 區、B 區
C 區、E 區、D 區 ，OK。咁目前首推嘅產品咧就係我哋嘅4號樓同埋我哋嘅5號樓。咁首推嘅就係我哋嘅 B 區。咁 B 區嘅樓下咧，我覺得係至正嘅，亦都係我哋嘅下沉式會所啦，3000方，連埋我哋嘅中軸線園林，通埋我哋側邊嘅6000方嘅 shopping mall。哇！我覺得呢兩座樓宇咧係唔錯嘅。嗱咁啊，下沉式會所咧就係呢個區域啦。咁啊，空間咧已經係俾到大家嘅，只不過咧設施未搬過嚟。好啦，咁啊，我哋睇一睇4號樓同埋5號樓有咩區別 ？OK， 咁我哋嘅4號樓咧，我個人認為咧係至正嘅，因為咧可以做到專梯專戶。咁佢嘅積數咧就係142平方嘅，咁啊就總層高咧係18層。嗱，咁啊稱之為小高層嘅洋房嚟嘅。好啦，咁啊5號樓咧亦都唔渣㗎喎。OK， 5號樓咧係2梯4房嘅設計，總層高咧就26層高。咁嗱，肯定佢個價格方面咧就會比4號樓嘅平啦。咁所以話，如果追求性價比嘅朋友咧，我覺得可以考慮翻5號樓啦。如果話即係享受性嘅朋友咧，預算足夠嘅情況之下咧，嗱咁啊就可以考慮翻我哋嘅4號樓啦。咁還有一個我哋亦都係屬於小區裏邊嘅配套設施特色嚟嘅。咁佢每一座樓下咧都會有翻呢啲休閒嘅配套設施咧，例如話兒童樂園啦，或者共享書吧啦等等呢一啲嘅設施。咁同埋裏邊咧亦都會配埋呢個露天嘅即係游泳池啦，同埋籃球場啦。其他啲小朋友玩嘅啦，嗱，所有配套俾齊，參考翻珠海金灣航新城呢一邊嘅價格嚟講咧，嗱，我覺得呢個產品一定唔貴，因為幾乎咧目前喺市面上嘅熟知嘅要喺十貴府啊、金灣府啊，係嘛，或者係保利天和，幾乎咧都係萬零蚊一平方，所以我覺得呢個樓宇咧會更加平、更加實際、更加享受、更加實用。更加新規，即時去睇啦。嗱，咁啊嚟到實體示範單位喺5號樓啦，咁咧總共有3個 size 提供俾到大家作為一啲嘅參考啦。咁其中咧，我相當之 like 呢個118平方，原因咧嗱好簡單，話俾大家知。咁以往嘅118平方、120平方左右啦，咁要麼咧就係客廳窄啲，同埋個露台咧細啲，係嘛？咁依家咧喺市面上咧已經係改善㗎啦。OK， 咁第一個亮點啦，咁啊首先話俾大家知就係我哋擁有翻呢一個8米長嘅露台。雖然話而家視頻當中咧展示嘅唔夠長，即係實質上咧係未夠長嘅，唔使緊張。嗱，呢度咧可以通過去嘅，咁可以大家諗諗，呢度咧就5.2米啦，隔離咧仲有2.8米嘅露台嘅，所以話咧加埋埋咧有8米長嘅露台，相當之正。咁以往咧120平方左右嘅客廳咧，可能至多係4米或者係4.2米，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咧就係做到5.2米一個客廳開間，所以咧而家啲生活方式咧，我覺得係相當之舒適嘅。咁啊，所以咧，其實等呢個產品咧係一定有原因嘅。OK， 嗱咁啊，繼續。第三咧，我覺得整體個戶型咧係相當之方正嘅，冇任何缺角。如果針對翻風水嘅，即係研究風水嘅朋友都知道咧，唔缺角係一個咩概念啦，係嘛？相對嚟講喺市面上咧就流通性比較強嘅。咁第四咧就係我哋南北通啦，同埋咧喺露台又好，還是係餐廳、廚房啊、廁所又好，喺間房都好咧，都可以望到我哋前面呢一塊嘅濕地公園完整噶啦。OK。嗱咁啊，接落嚟咧就為大家展示下呢個示範單位。OK。
嗱咁啊118平方咧係咪好正咧？咁佢嘅互用實用性咧已經係可以話係超過110%咁上下啦。咁啊所以睇起身整體嘅舒適度咧係比較強嘅。咁佢嘅實用性咧亦都係用到極致啦。咁另外咧補充一點就係依個5號樓咧在售嘅 size 咧有4個嘅，其中有一個咧就係88平方嘅3房2廳2衛啦。另外嗰個咧就係98平方嘅，同樣地係3房2廳2衛嘅。咁還有一個咧就係109平方嘅，亦都係冇做到示範單位。咁其實咧都好容易理解嘅，亦都係我哋118平方嘅縮細版嚟嘅，4房2廳2衛。嗱咁啊呢個88平方咧喺珠海金灣呢邊嚟講咧，可能就唯一一個競爭對手咧，可能就係一個金灣府啦，亦都係有一個88平方。但係第一視覺咧，大家感受下邊個會更加強啲？我覺得咧呢個會更加正，因為我頭先睇過晒每一個方位咧係比較大嘅，無論廚房又好、廁所又好、主人房又好、客廳又好、露台又好，度度都大，比攝影師嘅還要大。嗱咁我覺得非常之有特色嘅地方咧有2個地方啦。咁啊首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客廳4米半，客廳4米半。以往88平方嘅客廳咧，可能只能夠係做到3米，但係佢可以做到4米半，咩概念？好強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呢個比較把炮嘅7米3嘅露台。咁而家我哋即係露台客廳出嚟露台咧就係4米半啦。OK， 咁其實隔離咧還有一個即係2米幾嘅2米7度啦。咁所以話咧加埋起身咧已經係達到7米3，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戶型咧喺未來咧會更加受到即係市場嘅青睞，因為佢個總價咧更加低，享受嘅面積咧會更加多。OK， 即時去片睇下示範單位。你自己有冇頭先嗰啲效果啊？有冇縫牆喺度遮住另外嗰個露台啊？連接唔到係嘛？即係長度唔夠係咪？粗度就夠啦係嘛？好，而家變個畫面俾到大家睇一睇。嗱，呢個咧就係我哋98平方嘅示範單位。咁咧佢個露台咧更加長。以往咧98平方嘅可能即係只能夠係做到3米6咁上下嘅露台啦，但係今時今日咧，你竟然可以得到一個8米4嘅露台，喂，幾誇張啊！真係好誇張，你睇下喺度揸單車都冇問題啊，小朋友係嘛 ？OK， 咁呢個產品咧，其實咧亦都係88平方嘅升級版嚟嘅。亦都係即係我哋比較經典嘅戶型啦，喺市面上。但係依個客廳咧，佢就係5米7，比頭先咧更加之正。嗱，咁啊預算足夠嘅朋友咧，其實亦都可以考慮翻呢邊東邊位，頭先嗰個西邊位。OK， 嗱咁亦都係全屋帶裝修啦。咁包括咧每一個坑更咧，我係考察完嘅。廁所起碼就唔會話對住你個主人房嘅。OK， 我覺得特別正。
5號樓嘅產品就睇埋啦。咁我相信其他啲發展商過到嚟現場參觀埋咧，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有啲懷疑人生。哇！呢條粉廠點做到嘅咧？嚇，咁長嘅露台，咁闊嘅客廳，嗱咁啊就係新規戶型嘅魅力嚟嘅。咁確實呢啲產品出現咗咧，周邊嘅二手樓啊，即係全樓房啦，同埋以前嘅舊產品啦，多多少少係有啲衝擊嘅。所以於是咧，點解樓價降溫咧？再加上個環境唔好，咁大家考慮咧，我覺得係有道理嘅。不過呢啲產品出嚟，如果個價格如果啱心水咧，我覺得可以執翻間嘅，因為喺呢個區域附近咧都係萬零蚊到啦。咁我覺得佢開價咧，亦都唔會話貴到去邊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係值得大家過嚟現場參觀嘅。咁包括現場咧，仲有好多個區域咧，嗱。即係喺度施緊工嘅，我相信佢整完之後咧會更加靚，特別闊落，好精彩添。嗱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142平方啦。咁我哋下一輯咧會提供俾到大家作為一啲嘅參考啦。咁關於呢個樓宇嘅信息啦，同埋珠海中心包括其他啦，咁啊亦都會即係持續啦，咁啊 keep 住同大家做分享嘅。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Happy，多多關照。我哋下一輯再見，拜拜。